好，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乐呢个节目。今晡日个资料单元啦，大家来分享係咱的皮膚有關係吼。大家有發現無？上次吼係講手啊、腳啊、個身體個某項個部位，為咗像你勃瀉嘅個問題。啊，大家一拄到個問題是想講，哎呦，你係用個衫吼，容易困意性，又容易來高熱。今晡日當晡日做啲繞牆都係皮膚科個主任做啲呢度兩邊，大家來分享到底係容易來困，用個問題又容易來治療，容易來困意性吼。大家來分享你今日裏邊是今日皮膚科個主任。靜怡主任分享。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葉靜怡。哦，主任清楚冇看到吼。不過特別訪問主任時，吃到東清歡喜哦，因為主任看佢嘅皮膚就清好有冇？因為看到皮膚清好嘅人就會問講，你到底係樣嘅保養嘅，錯冇？對，防曬做好就好咧。其實特別講到皮膚吼，清潔難嘅一個問題就係防曬做好就好嘅吼。真嘅吼，其實根本你講嘅唔係防曬嘅問題，不過吼，在這裡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吼，就會有誒，其實真嘅就係防曬清潔做好，其實皮膚就會好。對，基本嘅做好就好。基本嘅就好吼，其他嘅唔是上很多吼。不過根本你同大家來分享嘅係乜嘅東西，就係大家會講，你嘅皮膚有一啲跟乜嘅東西，可能係樹啊，也係腳啊，就會講，一般。來說，媽媽就會講，你係勃瀉，黑毛就會講乜嘅牛皮癬，到底你係乜嘅東西？像一般講嘅癬吼，就講統稱啦，像跟牛皮癬吼，佢同癬冇關係啦，冇關係。佢種嘅名嘅很多早癬吼，就也係牛皮癬，佢會變盆嘛，就像牛嘅咁樣嘅皮安盆啦，就很多牛皮癬。但是而家嘅名嘅了有對開始已經有改嘅啦，哈，都。內地嗰邊已經有個很多銀屑病啦，總講真實癬嘅話，就像講一般人哋香港腳嘅話，呢霉菌嘅感染，叫做很多真實的很多癬。係，古時候一下睇下做啲電視上看到嘅圖片，那這我們寫乾癬，一個是癬，然後現場剛才一開始講嘅像牛皮癬，就是乾癬。就像牛皮一樣，它盆，它按用型。古時候大家看到按用嘅問題，就會知道哦，那就是乾癬跟癬的區別。唔講其實冇用嘅東西，冇用嘅。當然吼，可以現場就會同你講，也係乜嘅東西。唔過講到呀，清有意思嘅地方係，到底是有時候會知道我要某做乜嘅事情，然後就會有乾癬，或是會有癬，到底它是怎麼樣發生的？係像正講。一般的癬哈，一般講嘅真實的勃癬就霉菌的感染，佢就像香港腳啊，香港腳就像人哋環境較濕，到台灣啊較潮濕悶熱嘛，然後又做海作賣的哈，悶住一下人大家就海作等去上學嘛哈，上課，故說人哋環境佢就較會有勃癬的機會。錯，故說其實講到勃癬嘅原因其實當然跟你自己的生活習慣有關係嘛，有關係，當然跟你個人的免疫力也有關係。對，不過現場一開始講到嘅就是環境很重要。比如說要邊同大家整理幾點哈，就是高危險的因子。第一點就會現場講嘅，其實你的環境如果很潮濕，就因為會聽到嘅後傷你一大 Q 對不對？好，然後就是覺得腳好像很悶熱，因為流汗嘛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第一就會現場講，如果環境比較環境哈，要種講太環境是冇法度改變的嘛，很多亞島地方哈，本來就會比較潮濕悶熱，但是人氣家就變那個都不卡，做香港做好通風的問題啦哈，像種講太潮濕，人哋開除濕機，開除濕機開業以後哈，種講20條開，按不同可能就要從門打開來，比通風有2點鐘左右，按你霉菌就看唔會多度行滋生。我係啲哈，注意有得清有意思嘅理念，你講你以前啲。讀書嘅時節嘛，唔講而會吹到香港腳哈，個讀書家喺宿舍嘛，個宿舍啊特別就會帶張面盆哈，一批洗身家起嘅蛋糕，順便人洗嘅水可以泡腳啦哈，個安尼人就唔可以唔可以吹到安尼。你嗰時嘅宿舍嘅浴室係大家共用嘅，係共同使用。喺中國中國有人有香港腳嘅哈，佢中國他們喺度哈，夾皮屑啊，有的時候會跌喺個天台上嘛，中國海藏人。今日批家叫特別蛋糕，但係要帶一幾隻個海度哈，帶等轉移哈，安尼叫做會較會。跟你讀書嘅時間，你嘅同學要知道你愛用人很拘謹嘛，叫做這個阿伯父這個。嗰種你有些朋友愛用就堂就地哈，其實嗰兩時候，佢讀書嘅時間主任就已經很拘謹了，就知道講，哎呦，有可能去公共浴室洗身嘅時間，可能就會被霉菌感染，可能就會感染像香港腳愛用嘅問題。唔過講到這是環境，對不對？但跟個人免疫力要有關
系错冇？也有啲人家皮膚較濕、較熱、較瘦嘅吼，佢咪較容易被人霉菌附着，因為人霉菌佢都人哋空氣啊，全部都行，全部就有。哎用隨時就有，像人哋麵包，冰一直都做當個熱天吼，2-3米佢就當個上個牆色咧，發霉。我就像講中秋節吼，人食那個柚味皮啊、柑的皮啊，吃到按上流下來吼，唔俾我見咩殺個強強的霉菌，佢就。全部就會霉菌。尤其啲台灣嘅環境較潮濕，所以大家注意。其實既然講起來同大家來分享，就會講其實環境很重要，免疫力很重要。還有喺講有邊有乜個特殊疾病，比如像糖尿病嘅人較會吹到，用糖尿病嘅人較會吹到。還有油嘅人吼來吹油嘅人，像我卡呢，也係個人去拜訪朋友吼。迄日去拜訪朋友，我較即個想講，佢沒有去來吼，我就拄好我先做一張麥咧，我把人去叫我較叫本作拖鞋吼，哎呦唔想做，做唔得個毛拖鞋嘛，你要做一張麥咧，至少有一個保護吼，安尼較好啦。不過要真嘅嘿，因為吼平常其實他即個係皮膚科嘅注意嘛，吼當然對按用嘅東西有較敏感，對不對？像有時候我們去，你講亞哈公司才發，你可以講去做腳部按摩呀，係嘛？解有啲時間，佢都幾片都去做。陪你做過嘅拖鞋有冇？就會知道有一些症狀有冇？好，要講起就會大家要注意嘅問題。不過講實在話，哈，我們今天統整來講的是癬，好像是皮膚病啊，其實可以發生在身體任何不同的部位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佢上到嘅人哋腳項，就人到足癬就香港腳，個然後有股癬啊，股癬就上到人哋腳腳下，腳腳下就像講人嘅咩迄種講。做廚師啦、煮飯啦，佢做台灣嘅台人咧，也都是嘅蘋果咩，較受熱，也係講人今咩司機吼，就講今咩消防先生啊，當時佢應該就坐喺茶度吼，較摸下來，佢安尼腳夾等嚟吼，瘦瘦吼，又坐當久，安尼人就較會真勁哈。不過為什麼大家就會說，有時候跟職業也有關係，知道嗎？對，那像一般之前有像朱茵雷都鴉片時有。同大家討論過，就像手也是，對不對？樹呀，黑樹就是像咩會有香港樹，香港樹哦，跟某 Q 有一般來講樹，我們覺得說啊，可能是皮膚乾燥啦，要以前講過一些嘛個富貴手，不過手也會有香港手，對不對？所以像手或是像頭也會，咩會有頭腦，咩會有不癬，因為講像講對，像頭部的線哈，有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佢，我的頭腦膜會跌脫哈。按洋蔥哦，按我係我搽藥嘅啦哈。嗰個像人講嘅樹項就係流動引起係樹會流汗啊，特別就當濕嘛，哈樹汗較多，啊佢又有香港腳啊，佢就去撞腳啊，撞來撞去，又較會扯到安尼哈。喺古前人家講過嘅嘛，就都人哋腳腳下，哈。然後身體嘅線哈，就像講你都是唔會有養寵物啊，哈寵物唔難得嘅哈，按依樣嘅總結啊，哎面紅啦、眼睛啦、也樹就較會有嘅地方。講到鴉片哈，其實有一些人你嘅身體可能真的較敏感，就是說可能免疫力比較不一樣，或是體質較冇用嘅人哈，就會比較容易有皮膚病啊嘅問題。一般來講，比如像經常跟他講，你像抱着寵物啊，有沒有？其實有親頭嘅人，他每天抱寵物也冇事情。如果有親頭人，可能才一下下，你可能今日因為我哋沒有看過一張小姐。講哈，就來看講，哎呦，我樣樣會生，安尼像縫一笪，哈，然後就講係咪濕疹，伊譬如看過講，哎呀濕疹，要搽藥嘅，係啦，要搽藥嘅，結果冇搽好嘛，就來看，結果看到嘅就係癬嘛，然後就問佢講，你係咪有冇有養寵物？佢講有。佢血嘛個血土誒，土嘅膽固醇冇就南強下水啊，個土嘅佢安尼藏冇嘅東西哈，佢霉菌佢沒會有到㗎，冇當過有的時佢冇扯到㗎，但是佢身體沒會有哈，個皮膚哈，然後佢南登嘅水佢就扯到。真嘅，大家可能冇想到嗬，養寵物抱寵物水冇可能也有癬嘅問題，癬嘅咩嘅土嘅個攞出誒。攞厝咪長毛啊，見咩用毛啊？而且講血攞厝係嘛？血攞厝，我講真朋友啊！一般嚟講，冇下喺講較冇強力嘅事情，也喺講環境較唔好嘅事情，會用攞厝，好較潮濕會用攞厝走來走去的哈。可是如果養老鼠的話，大家就會較注意嘅。不過講到鴉片哈，其實癬一般來說，其實沒有一般像富貴手那麼難治，對不對？
因为咸，一般来讲狗肉的迄个无嘛个胎的问题就会对就会好。个但是你环境还无改变的话，个茶药的就讲。较普通的啦哈，就差不多要查4到6个礼拜，然后完毕以后要再查个2礼拜。那种个无去照安尼做的话，跟人环境又无改变，冻结就会再来。1年可能又会失败，机会按到哈。哇，乡亲朋友哈，唐主任安样讲哦，大家系咩对皮肤啊，像系又不咸啊，然后讲像牛皮癣又好。多解了解吼，不过3年下来还有很好多解地血来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走来。基本伊东方伊做咧绕墙到你个皮肤好个主人啥，建议主人来到两片，然后大家来分享你皮肤个问题吼。一般来讲，大家就会看到皮肤有像有癣那样的东西吼。不过讲到按到吼，比如你的头哪就头癣，对对，蝶树嘅时节叫足癣，对不对？还有脚当然都足癣，对不？脚嘅这些足癣，然后手的手癣，然后骨癣，对身体某样嘅部位啊，某样嘅癣哈。不过多鸦片哈，大家哈一般来讲手是最容易见到的，还有天气嘛，爱吃豆啦，好就是脚。就会脚嘅问题吼，因为吼，大家可能你脚有时候痒啊或什么，大家就会香港脚、香港脚、香港脚。第一台湾吼，香港脚给你青豆，对，吼，一般来讲去看先生遐青豆脚，青豆係香港腳嘅問題，錯冇？對，香港腳占部分青豆啦，佢樹較少掉，較少。因為香港腳佢主要係要做鞋嘛，鞋做燈咧、包燈咧，嗰種講去，種講出去啊，也係講學生嘅嗬，佢腳會流汗，然後做個運動以後嗬，前後要帶介送買嚟去玩，嗬，唔好講。幾日就做得跟濕濕的買個杜康潮濕，個人咧係嗬，專業一天唔好講當日做輕鬆，比通風晚日鬆，天應有。唔講買當日就會洗啊，係冇？洗，可是你圖書幾日咧8點鐘幾多點鐘都嘅嗬，濕濕安尼悶住嗬，搭燈咧，就會很嚴重啊，唔得好，嗰時我帶買嚟去玩。哦，跟你的意思是講，黑講有香港腳嘅人，你整天得好高脫水嘅，你還要換襪子。對對對。哦，我爸都講，每天晚上回家洗身嘅時間就會換襪的呀。我說先生意思講，最好一天裡面還多帶一雙去換。如果那個時候黑講幾點是有香港腳嘅問題嘅時間，也有意思哈。對對，嗰做五指襪，特別分開來較好。哦，五指襪分開來較好係嘛？而且盡量保持腳部的乾燥，錯冇？對，但是學生嘅困難啦。哦，對，然後還有就是黑個某條一個鞋襪，或是在比較潮濕的環境，大家有發現嗎？我們大家從節目一開始講到鴉片，簡單講了就是環境潮濕是最大的問題。青苔，像以前香港腳哈，其實蠻多香港腳，就是以前英國的阿兵哥哈，佢佔領接收嘅香港嘛，但是。以前都應該天氣冷冷啊，佢冇安尼偏啊，佢去到香港家吼，佢就變那種潮濕悶熱環境嘛。然後叫到阿邊個做個小童嘅喺度創嘅安尼鞋吼，結果就不安尼偏，冇法以前安尼香港就很多罕見疾病啦。哦，結果而家就變那種都幾偏得到安尼偏。那醫生知道，也都得到就按到香港腳啊，原來係按樣嘢。個早期吼，大家冇馬做鞋家，較冇安尼。真嘅。真做鞋以後就是安尼，真嘅係啱樣嚟講，我來分享一下我嘅經驗吼。其實我細細嘅時節脫水嘅時節，清晨各種嘅時節，有一半就知道怎麼腳癢癢的，對，然後就腳癢癢的，就好像起水泡按樣你就會知道因為有水泡，嗰種時差不多國一嘅時節，我就知道講也冇身體也沒有很重要去重視它，就有一年吼，我就穿拖鞋，我個個就看到，個個講哎呦。你的腳骨有沒有水泡啊？有你這邊這樣子，然後有點紅紅癢癢的，就是像講，哎，我就會香港腳。嗰種時候就同我媽媽講，媽媽有香港腳，我自己判斷係按樣你。佢說日日就去看醫生啦，吼，希望就會清洋蔥。媽媽就講嘛，媽媽就講，奇怪，你呀，你有沒有香港腳？以前還都冇乜個香港腳，我們這一輩的人冇乜個香港腳。我香港嘅當然啦，因為嗰種時嘅年嘛，啲種下哦。對，較冇做鞋。較冇做鞋係啲啲，還有就會較通風。對對。希望就會有時候就是你周天時會做嘅
雨靴没有错，对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在台北堂有没有？就没走开，还有乘凉的时候有没有？都是很通风这样子。好，不过对我们这个的时候就会比较严重。还有，我觉得袜子的品质有影响。对呀，要做个较细汗的棉质的襪的。对。但是佢细汗加佢棉质的就较会湿湿的，唔会走就弯撇。错，好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其实大家就伫吼，香港叫一般来讲，大家就知道我们的叫做青用。某一天有某一天哦，香港腳唔係講一天我會用嘅，差唔多香港腳，佢有的會用，有的唔會用，佢記下種類冇重要。好，要他同大家分享一種叫厚皮型，對不對？好，厚皮型就是腳底很乾，變凍盤，不一定講凍皺，這個叫做香港腳，係當當然佢想講。我又唔會用，我又冇去水泡嘅，然後我仲會變盆，一天就會皺裂，天天就會腳吃到講咳皺，你就會一直拿乳液來擦。冇錯，個但是個厚皮型嘅香港腳嘅一種嚇，唔係總講擦乳液佢也唔會好，故所以一種。佢會看到就講佢較難治療，因為佢皮特盆哈，擦藥嘅通常就愛本佢先去角質，去角質變軟體以後，當藥嘅開始擦落去，冇辦法擦唔好嘅話就要食藥嘅。聽呢種大家就抗飲食吼，大家就講係指尖型，就會腳趾拉嘅，做這樣講嘛吼，這就是腳趾跟腳趾中間，那個是最容易見到的，從冇。對，因為腳哈，安尼夾定嚟嘛，就係咩安尼夾定嚟一批。好，這個要第4隻同第5隻吼，較會發生就講，因為2隻夾較狠，係也較冇通風。嚇，佢說有啲人佢腳趾安尼打開嚟打開，有啲人安尼打唔開，唔開嘅佢就較潮濕咩嘅，佢就較會有安尼發生。對，好，基本上同大家講嘅第3種是水泡型。有時候其實冇聽說啲腳趾拉，不過邊邊會有水泡誒，有係水泡誒，就太細有較多。有啲是唔係走爛睇個水泡誒，叫做黏黏夾夾啊，好可怕！輕定人家就會這樣子。有時候其實你可能係第一個腳趾頭有，第二個就會傳染到第2個腳趾頭。會有愛用嘅問題。會吹，哈哈。故說現場有講到嘛，香港腳會吹你，故說香港腳真的會吹你。會哈。咁故說我跟他分享我嘅理嘅有夢，我講我讀書嘅時間有香港腳，叫我去看先生哈。先生講看醫生啦，醫生就講哎呀，你這邊有一點點哈，給就是香港腳的問題哈，故說你做得夠用嘅，很快就好了。我就想講奇怪，我冇做乜嘅事情，為什麼我會有香港腳嘅問題哈？結果我就發現我個有香港腳，故說我轉來嘅事情，我就講嘿，我本日知道嘅，就因為你有，我睇要，大家就要注意。大家就會注意，比如講，因為可能有冇大家有時候因為給糧食去。家裡如果有時候上樓會亂給拖鞋，對，你就會覺得是自己家裡的人不小心你就會冇小心做一下，按樣就可能會吹到。對，好，這個要注意。就做唔得同大家共用嘅東西哈，前頭而且家有吃皮這個東西。唔講吼，講我鴉片吼，講我鴉片還有一隻青春嘅問題就會，我希望先問一下吼，真的要來問一下，香港腳，以前吼給。大家會同人講，嘿，講你有香港腳，你的襪子要全部丟掉。唔是，洗好哈，洗好，主要要拿來就本佢洗澡。迄種講天時唔好哈，像以下有的是落雨落較多，就洗好以後哈，有的是冇馬當清澡嘛，那就個用個吹風機去吹嘅哈，吹嘅本佢較早以後唔將來做。那再問一個哈，以前呢，大家會講，哎呀，你有香港腳愛洋蔥哦，估計你洗個衫褲嘅時間，你不要把你跟買嘅同愛跟買嘅混在一起洗，放在同一個洗衫機底度，係做唔得，這樣可以嗎？其實唔可以啦，因為佢哈唔可以染到迄個衫項，總係喺人氣架吃到按垃圾，按你不用強下哈，即個感官吃到較唔好天天，冇法佢強下洗嘅話，其實唔可以染嘅迄個衫項。其實很較重要就會講，就像先生講嘅，你聽朝會洗啦，然後你要曬乾，洗澡青蔥要，早青，迄個可以用是有日頭洗澡來，冇日頭家就要用烘乾機，冇就要用吹風機去吹澡來。唔過講親有意思嘅，給龍是得那個，今天基本因為一直講我的香港腳，其實你看有，姑說給龍是去看欣賞狗油誒，回來就好了，到現在就沒有再發生過了。佢就較早期發現，過以後呢，就像講人體質可能冇按濕，嚇，個人個環境嗬，可能就像講。
有迄个地方吼，怎讲，人肩臀碰人的肩。有的人有较通风，有的人肩有较无冲诶，咁么有关系啦。个人就无早去体质有关系嘛，免疫力有关系嘛，吼。咁用是爱前几地方来转落一个时间，吼，结果就慢慢就好诶。其实请假啊也冇嘛，好了以后呢，我迄讲可能我哥哥嘅鞋，我就哎呦，我唔夠中意嘅鞋，而家有香港叫我哥哥都親生氣，你知嘛？我沒有，我講你嘅鞋我不敢碰了，就全家人都不敢碰他的鞋子。對，嗰時候像安尼個強家吼，你就冇去做到假鞋家，嗰時候你就冇安尼東西來扯你的肌膚就較少誒，這個要注意。清酒以前吼有一種藥嘅，有冇？係泡腳嘅，有冇？嗰種是嘅貢過青豆，有冇？有蔥嘅吼，嘅就是一種，嗰種是那樣子的藥，也冇誒。對，因為佢迄會好嘅話，一下就會繼續賣啊，唔會好，冇馬肌膚好啦，冇馬肌膚好。因為嗰種是嘅貢過青苔誒，吼，貢過青苔，我問個哇什麼？迄種腳用哦，你就會泡嗰種嘅有水有青黃片啊，大家有青吃到青，一下就冇誒哈。好，唔過當鴉片吼，大家就會問啊，其實香港腳會有併發症？咩會有啊？有啲人吼，佢將香港腳吼，總講有個唔看到嘅綠皮啦，水泡誒，輸一天會冇法度安尼去忍耐，一天會上去白嘅皮，上去走佢，上去撞佢，安尼話安尼輸有肌膚就會扯到，吼，個然後像講人細神係有香港腳嘅人啊，即講人細神細好嘅，人咧出走來㗎，有啲時人就腳出嚟。有身體出來，啊腳腳下出來，啊腳腳下有安尼夾得咧較少誒，有扯到骨線，嚇，咪話安尼來，嚇，個冇辦法，就像有啲人佢細身細好佢出來塌個天內行嘅地部誒啊，咩清垃圾啊，佢太架香港腳嘅皮就跌喺地下，嚇，安尼扯來扯去，個像講安尼灰指甲嚇，就像講灰指甲咪係一般唔有香港腳，嚇，然後人指甲當當然會剪到踢杜方去，嚇踢搭吧，哦，你就見到有擦傷，按有香港腳嘅安尼霉菌嘅吼，佢就較會去扯入去，嘿。唔過講到鴉片，其實唔係像像時常講案件，那就灰指甲聽聽吼，可能有健康養生嘅問題吼。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再繼續仲嚟講。歡迎在呢個牆頭係進行主持呢度節目，啲老大家來分享吼皮膚嘅問題吼。所以呢節目講到香港腳吼，其實有青頭嘅併發症吼。譬如講係講你用手去摸你嘅手去搣嘅時間，就會有手的這種感染哦。故說可能會有香港素，錯嘛哈？還有啊，經常講係講有時候你剪指甲嘅時間，你剪它大，就是比較裡面嘅時間，然後呢，你又去摸一摸，你的手可能就會有灰指甲嘅問題吼。嘿，做兩講，好，可以安尼講，像呢灰指甲吼，這個一隻指甲剪，一隻去本人剪，去本人修飾指甲，修飾指甲嘅佢特別會團也兩片吼，修到較杜方，個然後也肉吼，也後背肉也皮有冇，佢會提送嘅較背後，又提剪它，安尼話就講。美觀上佢吃到講是這個較長、較強哈，其實也係保護人的甲床的東西哈。唔通佢推嘅後背去剪開來以後，也就變得開始有開放的也個地方哈，也個霉菌就會容易扯到。個然後也比剪的安尼親後背去個當然會變有甲溝炎，叫做擦傷，叫做很多像人軌道外頭的嘛哈，人數這個生出來個就。產的羊肉湯，佢就變得甲溝會痛。個然後還有一種人一直看到講像賣菜吼，也係講家庭主婦，安尼當然煮飯摘菜啊，吼也係講叫做以前像人看到阿婆去摘菜噶，以前啲人佢較冇帶刀嘅習慣，佢就用樹去摘，吼去摘菜，摘菜噶佢安尼摘久嘅，也到嘅皮膚咪會挫傷啊，會痛嘛對嘛哈，痛就會有傷口嘅，啊然後佢有香港腳嘅話，啊就當會就扯到。我就吃到真奇怪哈，一般來講，係講有去市場買東西嘅，你就會發現吼有青頭嘅阿婆嘅賣菜，然後就奇怪阿婆嘅用嘅灰指甲按洋蔥咯，你就會看到阿婆嘅有灰指甲，佢指甲較盤嘛，吼，也係講有顏色也較沉，嘿，你就會知道講奇怪阿婆
佢就會一般來講就會種菜啊、雜菜啊，佢會有灰指甲，就會經常講誒，可能因為你雜菜嗰種，你可能有一些傷口，分離傷口，對，分離嘅傷口，結果可能有一些霉菌嘅感染，就有按樣嘅問題。因為我就想講，一般來講灰指甲嘅人，一般來講不應該是在雜菜嘅牙婆嘛，對不對？哈，這個是灰指甲嘅問題哈。唔過大家有談到嘛，哈，經常講青洋蔥嘅問題，就會你細神嘅時節，係講你的香港腳有硬洋蔥，或者你用同一件嘅毛巾來時節哈，跟住就青洋蔥，我沒有想到因為你看有擦身體，有沒有又擦腳，又擦個腳嘅，就會有可能會感染。到身體先出來，然後出下一出到腳。唔過按樣講像你按樣講嘅毛巾哈，要趕快去洗。當然就要換啦，冇變到個浴室冇通風哈，那你出過以後浴室又濕嘛，有水氣嘛哈。佢嘅霉菌又一直滋生，天然又拿來安尼哈，全身安尼出哈，就當有機會會吹。係天洋蔥嘅就係乜嘅咧？大家就講嘅係乜嘅？就會講像蜂窩性組織炎。係，對，因為一般一開始大家就知道講啊，就蜂窩性組織炎，可能就一笪傷口啊，冇乜嘅。因為他過了2個月之後，乜嘅傷口越來越嚴重，如果青洋蔥住院哦，係要住院哦，嚇死了。對，因為像蜂窩性組織炎哈，就香港有等於香港腳，其實香港香港去泡東西啊，泡醋酸泡墨嘅東西哈，個皮有等於就要泡個脫色，皮就流脫，哈流脫，也係講皂嘅動用嘛，皂到爛皮，佢就本細菌感染，哈，蜂窩性組織炎就變嚟像安尼來嘅。真嘅哈，蜂窩性組織炎大家做唔得輕忽哦，哈，係講要乜嘅，一開始有問題就急去看先生，不要拖到青洋蔥哈。唔過家下醫生你有講到乜嘅泡醋，有啲人泡茶葉啦，哈，泡茶葉水啦，泡個醋酸啦，哈，冰醋酸。這算唔算偏方呢？偏方？算偏方，但是根本唔係好啊，根本好就唔是醫生，唔是茶葉嘅。嗰時候同一邊同大家整理哈，總共叫嘅迷思有6點，同大家來分享。一開始第一點就係泡溫產。有青東也會去泡溫泉呐，要去踩那個熱沙，說把霉菌給燙死，有冇？冇好，唔是，嗰個泡溫泉哈，要注意啦，注意哈，因為中國外國吼，佢會有同講有皮膚病嘅啊，冇落去游泳啊，要泡溫泉地方。但是台灣一片當然有安尼皮膚病，也係講香港嘅，還可以去泡溫泉，還可以游泳。係，我知道講係唔係我較強吼。啊，其實吼，有的時候我看到佢哋去泡溫泉㗎吼，有的人泡完安尼就平軟軟，以後就到落去刮腳皮啊，打噴又要去塌落去。你愛用講真嘅，有青東也唔敢去泡溫泉，就會有愛用嘅問題吼。嚇，有青島比如熱天嘅時節，大家就愛行啊，有香港腳去個沙灘行啊，無效。嗰種熱土佢冇法度燙死嗰種霉菌。天呢啲就會經常跟他講嘅，什麼乜嘅醋啦、茶葉，愛用也係迷思，也冇好，是偏方哈。還有第3點哈，聽咗同大家來分享，就係你嘅狗肉嘅。有青島你會知道，我愛根本你狗肉嘅，愛吃到好轉了呢，好咧哦，可以係冇乜嘅問題嘅，就不差了。對，有啲人佢會切架上講，個肉嘅茶按度吼係咪唔好？嚇，又係講我要較好咧，我唔係茶就難食茶嘅嚇。其實茶肉嘅，我照醫生講嘅，普通嘅香港腳一茶4到6禮拜，一基本咧6禮拜完畢以後嚇，先學一茶加2禮拜，學本佢較完全嚇。個但是要按你好㗎嚇，你這個好了，你自己就要注意，你自己環境係冇法唔當腳，要會再切到。係，我說嗬，同鄉親們分享一下，喺講你有狗肉嘅，比如我時常講1整日嘅時間，比如講，然後也係講6個禮拜嘅時間，喺講你用咗2個禮拜過去，你發現你嘅樹也好啊，腳也好，好了耶，不可以停止，還是要再繼續擦，好，讓它的整個週期係較完整。佢就霉菌就像開發有嘛哈，像安那個骨位安尼開發，你擦藥嘅家佢會形成一個包子狀，佢會空喺底下，就安尼關閉，像花苞安尼包起來，你就知道那麼誒，嗰時候安尼再去擦個2禮拜，還有啥問題？就會講一般來講，係講你嘅我們說是指尖型的嗰種嘅香港腳，比如講你手在這邊，比如
假如这是脚啦哈，脚哈，比如你鸦片有输，就是有那个香港脚跟问题，那你狗用的时间黑每个地方都要擦。还是怕这个会传染，范围要较大一些咧。哦，唔好讲，我压到嘅藥我就擦一啲咧。哦，嚇，你可能壓到部分個壓皮咧直接冇斷佢擦，個切搞看嚇，你總講，有的時你切搞吃到講，我種嘅也有，也其他冇，但是你注意看，有的時也有一啲啲嘅綠皮就係有咯。嚇，個你腳底係咪有像樹嘅紋啊？腳紋啊，個腳紋。當個你看到有拍拍嘅，叫做皮屑，咁咪係霉菌，就要擦。有啲人講，哦，醫生佢唔係有，我也後背後係皺皮嘅，嚇，係乾燥，唔係也唔係香港腳。其實佢就係香港腳。所以，好，基本上最後一點，再幫大家複習一下，就係欣賞講嘅哈，其實不是說香港腳就一定會有，有時候不會癢也是。所以剛才講到，因為香港腳大概這邊有一點點皮屑啦，或是厚皮啦，不一定係香港腳，唔過大家要注意，有可能係香港腳，哈。唔過每一下，香港啊，有香港腳你看欣賞，那欣賞本意嘅喐狗誒，你就轉嚟狗嘅喐狗誒。不過好了啊，對不對？可是斑眼溝會又發現又復發了，我看欣賞冇，還是之前的藥膏拿來狗就好誒。叫看講，因為藥膏而家已經改嘅哈，以前係安尼打開來分裝藥哈，你打開來加滾素安尼霉菌嚟擦哈，有陣時佢可能斑眼藥會走出來，佢就冇用嘅啦哈。佢種講條狀嘅哈，佢看冇按夾廢出來話，你種講油嘅話驗出來哈，佢種講佢冇硬出來話，冇變色，冇乜嘅。就還可以再使用，但是要看加時間啦、效期啦，哈，用嘅安尼，前後還係要俾醫生注意看，因為呀，特別擺喺香港腳，每天會強氧，佢藥嘅指數咪冇強氧。真嘅吼，大家就會注意吼，冇有醫呀，有青島嘅人嘅習慣就會按樣。哎呀，我有香港腳啊，之前嘅藥嘅拿來搞就好誒。不過最後一個問題要問一下，大家會驚嘛？因為藥嘅係咪有乜嘅？大家一般嘅人吼，普通嘅人會講係咪有類固醇咁嘅東西？佢查香港腳吼，佢霉菌呢，佢冇含類固醇，但是你去藥局買到複方藥，就較會有講，我查濕疹也做得，我查香港腳也做得，但是唔係真實講香港腳嘅話吼，你查到嗰種複方藥，佢當個佢有類固醇嘅話，你可能會發現個，我可能紅嘅地方、癢嘅地方又較好了，前面經驗又較好，但是後背唔會變得很嚴重，因為有類固醇吼，佢就會就像營養品樣嘅本來嘅霉菌吼，使得範圍會更加大，車都更加大啊。所以啊，就會同大家來分享乜嘅東西嘅，就係鄉親朋友係講，因為知道有香港腳嘅問題，肯係看醫生嚇，冇自家而肉嘅賣嘅肉類膏，係講你自家而賣嘅肉類膏，有可能是像線上講嘅，佢係複方藥，對哈，這樣子不一定。我看有的時候看嚴重，某一天會變好。哎呦，唔過基本上吼，同大家來講嘅就係香港腳嘅問題，啊，係講皮膚嘅問題吼。整理起來就係講大家嘅保養，愛通風，愛乾燥，然後愛看欣賞，係狗油嘅，係講好嘅，就要注意哦，吼，就是要注意那個腳的乾燥啊，有嘅問題吼。好，鄉親朋友，希望大家今日看今日嘅呼吸類咧，吼，要靜態嘅修復哦。今日非常感謝主持人嚟到呢片，安子生，好，鄉親朋友，你下聽你認同先啦。做認同了。